大家好，我是吃屎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伟杰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爱心。爱心啊，废话就不啰嗦了，那我们就直接 Let's go 做爱心哦。做爱心，吧。爱心，做爱心，做爱心。刷一排爱心，刷一排汉堡，用你们的心大力分享你们的爱，用你们的心大力分享的爱。台湾就是要热情，拿出你们台湾的热情，散播整个台湾的爱。知道了吗？刘伟杰过来一下。今天的爱心面包就这样子的结束了。你有什么新的感想吗？我觉得我们再不努力一点之后，也许会变他们这样，所以在露宿街头，这个画面好感伤哦，我不要这种画面。刷一排爱心，台湾就是要发出你们的爱，散播你们的爱心。很主席，我要甲大家讲，阮做人呐，你只要肯努力的话，你今天就不会像那样子了。无一只会包过哦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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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主席只会包过，结果无。